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各种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古早清朝时代，用个讲街头巷尾，拢有看到乞食流浪人，所以古早的台湾话真济用乞食来描写，俗语也有，形容词也有。今日就你来探讨几句。头一句咱来讲乞食罗汉，乞食罗汉咧表达啥？罗汉毋是18罗汉，毋是庙里的神尊，罗汉是咧讲罗汉脚。咱知影，真济学者咧研究，讲清朝时代有路无厝的。无娶某来到台湾，单操一个迄款的，若无底去，就困伫咧庙室啊，困伫咧18罗汉神尊的下骹边。所以咱讲罗汉骹，罗汉骹即句话对遮来。乞食罗汉咧描写固定形容迄款流浪天涯、无底去移活的人。啊，当然，咱咧讲乞食即款角色、即款头路，伊是有一顿就食一顿。有一日就度一日，伊无咧欠，嘛无咧寄钱。正经讲行入去钱庄银行，人嘛无行。所以另外一句俗语咧描写，讲乞食分有的人乖啊花。今日分较有，较晓摆咧，赶紧甲开互搭。啊，明仔载分无，才来哭，才来猜，才来唔愿。所以乞食分有的时阵，也乖啊安尼四界流浪的人，原来的人乖啊花，就是迄个乖啊夹起来。安尼边倒边，我正边，当作咧练功夫共款，然后佮担伫咧唱山歌哦。当然咱知啦，咱知影做人，就爱好天接互来年，唔通讲桥过怪棒，船过水无痕。唔则讲到尾啊，台湾人学晓一项要紧，爱欠，唔通亲像流浪江湖乞食人共款。今日分有就开，明仔来分无则来流目屎。所以做乞食生理的人，特别的注重讲，明仔载的开力，今仔载先穿便便。各种唔咧讲广告的连词，唔是，我来讲乞食生理这4字，这咧描写啥？咧描写讲吼，咱家己讲顾欠的话，哇，你头路做了袂歹。当然，咱真济这事业原来真成就，这老辈就讲无啦无影啦，乞食生理啦，意思讲吼。靠大家牵绳照顾，我才有一碗饭通好食。袂输讲敢若伫咧分的啦，这是顾欠的话。敢若一句乞食，台湾人形形色色形容这么丰富，佮种扣做伙，甲你互相研究甲探讨。